Silkand Tetra 配合 VG Care 加絲襪護理凝膠，效果會更加顯著。Hello， 想唔想絲襪處健康又靚咗呢？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個超強組合 Silkand Tetra 配合翻 VG Care 絲襪護理凝膠，可以令你由內到外全面嘅呵護。Silkand Tetra 佢係一部絲襪處嘅護理神器，用雙極射頻 RF 嘅技術，幫你去刺激翻一個膠原蛋白嘅生成啦，收緊翻陰道同盤骨嘅肌肉，仲可以改善內部同外部嘅黏膜問題。用完4星期，絲襪度緊緻同敏感度亦都提升，親密時刻過後同你嘅另一半都更加享受啊！而且佢仲可以幫手緩解埋一啲乾燥不適啦，提升翻整體嘅舒適度。但係單靠 Tetra 仲未夠㗎，如果配合翻 VG Care 嘅絲襪護理凝膠使用，仲更加 double up， 因為佢嘅成分配方有效減少99% 嘅絲襪惡菌，配合儀器使用仲可以提升多12.3% 嘅絲襪緊緻度同埋肌膚嘅彈性，補充水分再增加116%，同埋改善暗沉長效保濕，滋潤度乾澀，完全唔需要擔心。VG Care 亦可以每一日使用，好似你下邊嘅護膚品咁樣。絲襪處護理其實都好重要㗎，每日一支 keep 住絲襪處嘅清爽健康。兩樣一齊用點解咁掂啊？因為 Silkand Tetra 咧好似幫你嘅絲襪處做緊一個深層嘅健身，強化翻一啲肌肉同組織，而 VG 就可以幫你補充翻營養同埋鎖住水分同抗菌，保護同滋潤肌膚，一內一外完美嘅配合，絲襪健康同自信都即刻翻晒你。姊妹們 ，Silkand Tetra 配合 VG Care 加係你嘅絲襪護理最佳拍檔。想知道更多可以 click 入以下嘅網站，試下呢個超強嘅組合，保證令你由內到外都全面靚翻晒。